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今日想講一樣呢，我哋覺得理所當然，但係其實我哋冇諗清楚當中真正嘅含義嘅一句説話，就係呢：我啲錢擺咗喺銀行。一句咁簡單嘅説話呢，入邊其實包含咗三個迷思，甚至可以話係鮮為人知嘅三個真相。第一個真相，你擺咗喺銀行度嘅錢呢，其實唔係你嘅。簡單嚟講呢，就係你冇嗰個話事權。當你將錢存入銀行嘅時候呢，就算喺法律上嚟講呢，你唔再係嗰一筆錢嘅擁有者，而係債權人，而且仲要係無抵押嘅債權人。換句説話講呢，銀行唔係幫你 keep 住啲錢，而係冇抵押咁樣借咗你啲錢。佢只係應承俾啲利息你，同時得到佢嘅批准之下咧，你可以使用嗰一筆錢。但係如果銀行出咗事嘅話咧，例如破產咧，佢要先還俾一啲有抵押嘅大債主，例如政府啊、大機構啊、大型嘅基金咁樣。而至於我哋呢啲小市民咧，就只可以排喺隊尾，等人哋分整落嚟之後咧，先有機會攞返。即使銀行係冇出事咧，但係政府只要一聲令下咧，都可以即刻凍結你嘅戶口。就好似2013年塞浦路斯嘅金融危機嗰度咧，政府為咗拯救破產邊緣嘅銀行咧，佢可以直接喺人民銀行嘅戶口嗰度咧充公嗰啲資金，存款多過一定金額嘅人咧，銀行咧就話唔好意思啦，你戶口入邊嘅40%咧就收歸國有，你冇犯法，冇做錯任何事。但係啲錢就一夜之間俾政府合法咁樣洗劫咗佢。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唔係真正擁有嗰啲錢。第二個真相咧就係你啲錢其實唔係喺銀行入邊。你好可能咧以為銀行係幫你 keep 住啲錢，好似夾萬咁樣。冇錯，呢個係銀行嘅雛形。但係久而久之咧，而家銀行係會攞你啲錢咧去借俾其他人，炒股票、炒樓、買衍生產品、錢揾錢等等。佢哋依賴住一個叫做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嘅 system。銀行只需要保留住1成嘅現金，其他錢就可以盡情攞去放貸。結果咧就會造成好多 credit bubble。咁每次呢啲 credit bubble 太大嘅時候咧，就會爆破，觸發金融危機。而最後咧，都係要靠印銀紙去解決返，造成系統性嘅惡性循環。咁而第三個真相咧，亦都係最得人驚嘅一個，就係咧，你啲錢其實唔係錢嚟嘅。銀紙本身咧係冇價值嘅。銀紙嘅出現咧係因為你 deposit 咗啲黃金落去銀行，銀行俾一張欠單你，而嗰張欠單就係銀紙。我哋覺得嗰張銀紙有價值咧，係因為我哋有信心可以攞住張銀紙去銀行換翻等值嘅黃金出嚟。咁所以銀紙係唔等於金錢，佢只係一種貨幣。貨幣係需要金錢去 back up 先有價值。咁但係而家冇。政府話100蚊值100蚊，你就信佢值100蚊。當政府不斷印銀紙，造成通脹，貨幣嘅價值咧就會被稀釋。我哋手頭上嘅錢嗰個數字冇變少到，但係我哋買到嘅嘢咧就越嚟越少。所以我哋所謂嘅儲錢係應該儲真正嘅錢，而唔係儲貨幣。跟住想講下咧，比特幣點樣解決以上3個問題咧？第一，你喺銀行度啲錢咧唔係你嘅。咁喺比特幣嘅世界咧，只要你擁有自己嘅 private key，好好保存佢，冇人可以攞走你嘅比特幣，包括政府，因為你嘅比特幣唔係託管喺第三方，而係你真正擁有嘅。第二，你啲錢唔係喺銀行入邊。喺比特幣嘅世界度咧，所有交易都係公開、公平、公正，而且儲存喺全世界嘅區塊鏈上面。你甚至可以成為自己嘅銀行，因為你可以 run 一個碌去驗證整條區塊鏈，唔需要第三方去話俾你聽，你擁有嗰個數字啱唔啱？咁最後咧就講下點樣解決你啲錢唔係錢呢樣嘢咧。
咁喺比特幣嘅世界咧，所有比特幣嘅出現咧，都係透過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證明誕生出嚟嘅，而且佢係會封頂喺2100萬粒，冇人可以再加印，冇人可以稀釋我哋嘅持份。最重要嘅就係呢樣嘢係發自於人民嘅共識，而唔係政府或者當權者去用槍指住你去用嘅一種貨幣。咁今日嘅結論咧就係唔好再講我啲錢擺咗喺銀行啦，因為你啲錢咧好可能只係一個承諾，一個不斷會貶值嘅貨幣，一個現代奴隸制嘅工具。試下喺未來咧，透過真正擁有比特幣咧，嗱，大前提就係唔好放喺 ETF 度，唔好放喺交易所度。咁嘅話咧，我哋就真正講得出我嘅錢係我嘅錢。我嘅錢係真係記錄喺全世界嘅帳簿入邊，我嘅錢係錢。OK，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歡迎留言，理性討論，下次見，拜拜。